呢個係舊屋翻新嘅簡約風住宅，為咗放大空間感，透過大量白色為主，用櫃體間隔嘅手法去分開客飯廳同埋睡房區，令位於熒光嘅睡房區能引入自然光到公共空間。粉紅色牆烘托空間重點，響講求整體設計美感嘅潮流之下，櫃體設計更成為空間整體風格嘅一環。唔單止要注重實用機能，更令櫃體呼應全部，先至唔會令空間感零散凌亂，完美呼應空間嘅結構同埋生活機能。由於屋主有大容量嘅收納需求，但係空間本身嘅大小有限制，設計師藉住由唔同層次嘅規劃，令衣櫃由上到下都可以收納嘅空間，將空間嘅使用效率提升到最高。特色牆以浪漫可愛嘅粉紅色打造，令家居空間呈現獨一無二嘅夢幻色彩。換季衣物同埋大型生活用品嘅收納，可以利用睡房地台床下嘅空間，令呢啲用唔到嘅物品藏於無形，將暫時着唔到嘅衫同埋雜物分散收納於地台下嘅空間，滿足屋主多元嘅生活需求，同時提升空間效率。亦可以作為多元化休息室，梯級亦可以當客廳嘅長凳用。對於廚房空間嘅風格營造，暖心木質感貫穿客廳廚房，木地板、木櫃同埋純白色系風格，如同日劇般嘅日式無印風格，展現利落線條同埋簡約派嘅生活態度。再以 U 字形打造，響空間上有絕對嘅優勢。動線上可以分成3個連貫嘅面向，可以將水火分離，提升使用上嘅順手性，最符合日常使用嘅動線規劃。浴室空間嘅瓷磚清單選擇，石紋磚嘅受歡迎程度仍然名列前茅。除咗自然紋理帶嚟嘅視覺享受，光滑嘅表面更有助於清潔。若果希望衛浴空間維持明亮感，淺色石紋磚則為理想嘅選擇。其紋理特色具備隱形污垢嘅效果，同時又不失優雅質感。